知道。寡人有10幾個公主呢。哼。嗯，哼，这孩子气性挺大的。嗯。我叫芈月。哦，还是你给我取的名字呢。哦，是你呀！寡人知道了，小霸星。没想到你都长得这么大了。我也想不到啊。你想不到什么？我原来以为你是一只大老虎。寡人怎么会是老虎呢？老虎是大王啊，你也是大王。好吧，就算寡人是只大老虎吧。你站起来。为什么？你站起来。哎，嘿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娘亲说过，老虎的屁股摸不得。哎，老虎的屁股摸得是吧？哎，哎，你摸摸这儿，看老虎的脑袋是否摸得？老虎的脑袋也摸得，老虎的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鼻子也摸得。父王，你去看看我娘亲吧。你娘亲？她是相夫人。哦。她很想你的，日日都想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她日日都站在门口，朝父王这里望啊望，就是不说话。哦。可是寡人今晚已经答应去王后处用膳了。好吧，回去告訴你娘親，寡人今晚就去。好，你要說話算數。好了，眼下寡人要忙政務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好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父王告訴你一個別人不知道的秘密，在大殿的後面有個偏門，以後你就從那裡進出，不會有人阻攔你。好。夫人，大王來了。臣妾拜見大王。免禮。臣妾蓬頭垢面，衣衫不整，望大王恕罪。怎麼，月兒沒告訴你，寡人今晚要來？哦，小孩子的話怎可作數？寡人的話可是要作數的。你怎麼哭了？臣妾高興。過去寡人冷落你了。夫人，大王去了相夫人那兒。大王去了相氏那兒？是奴婢親眼見到的。4年多了，這雲夢台都快成了冷宮了。不知大王今日怎麼就想起了雲夢台？大王不是想起了雲夢台，
而是想起了相氏。还是有子嗣好啊，大王至少会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来看看他的娘亲。